係大亞灣賣得最爆嘅樓盤，仲係國企開發嘅100萬級大盤。而家2萬嘅首期就可以買到一套，到深圳得4公里，門口有巴士直接返到沙田地鐵站。戶型實用率非常高，100%嘅實用率，87方可以做到3房2廁，102方可以做到4房嘅設計。走，我哋睇樓。其他發展商送露台，呢個發展商送露台仲送多1間房。入門右手邊第一間就係發展商全部贈送嘅面積，有10個方，仲係全景玻璃窗嘅設計，通風採光都好好。出嚟廚房嘅空間都好闊，交樓係封閉式趟門嘅設計，廚房嘅3件套全部都係方太嘅品牌，而家係做咗開放式賭台。如果中意飲咖啡嘅朋友都可以參考咁嘅設計。嚟到客廳有3.8米嘅闊度，空間好闊落，地磚、天花、吊頂全部都係屬於交樓標準。出嚟露台闊度同客廳一樣，有3.8米，望出去就係遠景。咁而家3期賣緊嘅單位，園林仲係升級版，望遠景會更加舒服。前面就係高鐵線路經過嘅地方。發展商為咗減少噪音，就做咗3層嘅隔音玻璃同新風系統，咁樣可以保證屋企隨時都係最新鮮嘅空氣。咁廈深高鐵夜晚10點之後就唔運行㗎啦，唔使擔心夜晚噪音嘅問題。廁所嘅位置係3段式嘅設計，洗手盆、鏡櫃、坐廁，仲有乾濕分離嘅淋浴區，都係屬於交樓標準。第2間房係露台改造嘅，有6.8個方，送一半可以送咗3.4個方，空間都好用。嚟到呢邊就係主人房嘅位置啦，套廁嘅設計，仲係乾濕分離，87方可以做到咁嘅設計，真係值得點拉。咁成個睡房區嘅闊度都好舒服，通風採光都好光猛嘅，可以擺1.8米嘅床，可以擺張自己嘅梳妝台都冇問題。咁如果覺得呢個戶型都細咗，可以揀102方4房嘅設計。咁呢個屋苑配套好齊全，有濕街市，有學校，有肯德基，有超市。如果想嚟到現場，記得聯絡蓉蓉，到時候蓉蓉可以協助你劈靚價攞更多嘅優惠福利。關注蓉蓉，買樓更輕鬆。下期見，拜拜。